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Lisa 来吐槽。真久无录这个单元啊，拄好我最近有看到两个人拢咧讲因的影片有互人老话叫因莫讲台语，台语听无啦，讲华语啦。看到这款老话，我真正是规个火拢倒起来啊！你是咧靠腰啥？听无你就家己去学啊！无讲讲你会对美国人讲 I can't understand English, 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也是你会对日本人讲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、中国語お願いします。拄着西班牙人就讲 Español,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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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你袂晓听无？学唔着好啊，学会晓你自然就听有啊，可毋是咧。无我提供恁两个方案啦。第一，去找亲像我即种有华语字幕的影片来看，安尼你就看有啊。第二，听无你就莫看着，遮简单，要看毋看随在恁啦。其实毋但因有拄着即种来讲台语听无的啦，做台语影片的人加减拢会拄着啦。咱来看我遮几个老话。即个人讲伊是英文老师，伊老话甲我讲，我影片内底的台文字幕无实用，一寡汉语甲罗马拼音足歹读的，对学习无帮助，颠倒造成困扰，放中文字幕就好啊。我下口有甲回讲，我放台文字幕的目的是要互大家学习惯习有台文这个物件。若是敢若放中文字幕，观众看几部嘛，敢若是青梅牛尔。敢讲你会希望你的学生敢若会晓听，袂晓看英文？较拄仔迄是较客气的讲法啦。我阁补一句，无你的英文是安怎学的？可一直看中文字幕学起来的呢？看无歹读是因为你无学，毋是台文有问题。若照即种理路，咱台湾学别种语言的，毋着拢包包起来，拢毋免学文字啊，看中文字幕就好啊。刷来，咱来看即条。即个人看我的影片了后讲，母语毋是台语的人，听起来会足痛苦的。恁看下口有人甲回讲，所以母语毋是英语的人，看英语影片嘛会听起来足痛苦的。母语毋是日语的人，看日语影片嘛会听起来足痛苦的。母语毋是韩语的人，看韩语影片嘛会听起来足痛苦的。我人咧讲母语，你是咧痛苦啥啦？应该痛苦的毋是母语，毋是台语的人，是阮遮咧讲母语，煞互人叫阮莫讲的人啦。搁来即条，即集会互天龙国人求生不能，标准南部人的语言观。我会记你进前嘛有一寡人会来留差不多的物件，拢差不多是讲我教的，拢是南部发音，南部人惯势讲的，北部人听袂惯势等等的。奇怪呢，我着南部人啊，当然嘛讲我惯势的发音甲用法，无恁叫北部人较拍拼的嘛，做伙来推塞台语，拍影片，互阮遮的南部人学习一下，讲别种腔口的人毋做的代志，我来做，佮嫌东嫌西是的。刷来即个，咱来欣赏一下，即个是咧回我迄支台语毋是闽南语的影片，伊讲就是闽南语啊，你去下问讲台语嘛会通，你是咧甲我讲啥物？毋是。我讲你是咧讲啥小？你毋知咧讲啥小咧？你家己着讲去下问讲台语嘛会通啊！你家己着讲台语啊，佮直接甲我回声咧。好啦，咱今日着吐到遮，讲互明吼。我就是要讲台语，而且南部用法、南部口音，你听无袂爽莫看，听无是恁兜的业障。阿弥陀佛，毋是我的问题，家己去找师傅看有通化解无？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就是介我影片为你们就起赞该分享出去，也为电话观众朋友们支持一点，我另外小铃铛，安尼看到有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大家嘛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follow 起来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